在的是一个无情的女性，怎样偏偏来为着你牺牲？其实你我双人相爱甜蜜感情。何必暗暝的夜无意之时的来信，实在真无情。虽然是甜蜜梦，变成一副空，阮犹原暗中的思念你一人。听你讲起你我友情永远陪伴，声带会来正灵动，像是爱一加添苦叹，离开你真甘。是哪会知对阮无余爱？阮就袂坠落了茫茫的情海。可惜现在你也袂当予阮再爱。到底为着啥人爱？应该着让你予人去爱，祝福你的将来。